Minolta 機芯9015究竟有冇出過月相系列呢？利用咗800塊嘅背帽片鑲嵌喺一個錶盤裏邊，究竟係點樣呢？佢只得限量20隻。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 YouTube Channel。咁今日咧喺介紹呢一隻手錶之前咧，就考下大家先。咁啊，知唔知道每個月月滿月圓嘅日子係邊一日呢？咁啊，答案呢就係每個月嘅農曆15，咁就係呢一個月圓之夜啦。咁如果想知道呢個月亮幾時係最圓呢？除咗我哋真係抬頭望個天之外啊，接落嚟呢，我相信更加需要嘅就係我手上嘅呢一款華碩嘅大七月相錶。好啦，事不宜遲，即刻去開箱睇下先。華碩嘅大七錶盤咧出咗名就係精緻同埋工藝嘅，咁而今次咧呢一款手錶嘅款式咧就係融合咗東方千年以嚟嘅呢一個工藝，就叫做螺鈿工藝嘅傳統啦。咁即係話將一啲貝母或者係海螺片咧就鑲嵌喺一啲飾物或者係一啲唔同嘅漆器上邊。咁喺古代嘅中國、日本、朝鮮好多奢侈品咧，其實都係有用過呢一個技法嘅。咁而家咧，高級嘅腕錶品牌咧，都係將呢一種技法咧，就融入咗喺呢一個手錶裏邊嘅設計。咁而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將呢一個錶盤泛住一層銀紫色嘅環光。螺鈿嘅工藝主要嘅材料咧，就係取之貝母，將其貝母嘅光澤層面上邊咧，就將佢打磨、拋光、加工成薄片之後咧，咁就製成呢一個花紋啦、鳥獸、人類等唔同嘅圖形。螺鈿工藝多用於喺漆器或木器上邊。而華碩嘅螺鈿工藝咧，今次就用喺佢哋最強項嘅地方，就喺大漆面上啦。好啦，今日故事咧就暫時分享住少少先。咁而家咧就嚟講下呢一款華碩用咗黑色大漆底盤作為基礎嘅，咁上邊咧就嵌上有好多大細不一嘅貝母碎片。咁而外圍咧就係用咗大塊，咁而慢慢衍生到內圈咧就係用咗呢一個細塊嘅貝母面，咁而營造出呢一個漸變嘅紫藍色，睇上去就好似一個夜空嘅繁星閃耀咁樣。而每個錶盤裏邊咧都超過800塊嘅彩色貝母，全部都係以手工製作而成，因為佢所有嘅工序喺呢一個錶盤上邊製作咧，咁真係好考取呢一個工匠嘅實力、精神同埋手工藝。咁大家睇到呢一度啊，梗係要俾個 like 同埋關注下先。咁最重要嘅嘢咧就要講3次嘅，咁就係呢一隻錶盤咧就只得限量20隻，係20隻，完全係只做出20隻。係因為佢係全手工去裝嵌嘅呢一個貝母片，所以呢個時間上面咧真係好考功夫嘅。咁再睇翻上邊嘅6點位置就係呢一個月相盤。咁我哋除咗係睇日期之外啊，仲可以睇到呢個月相盤追逐翻每一個月嘅月圓同埋月缺啦。之後我哋就嚟睇下呢一個手錶基本嘅規格。機芯咧就係用咗 Minolta 9015機芯，再經過改裝之後咧就變咗一隻月相嘅自動上鏈機芯。咁而錶殼就係用精鋼製造，而錶殼嘅直徑咧就係39mm 乘10mm 嘅厚度。咁再襯翻一條蝴蝶扣嘅小牛皮竹節紋嘅錶帶。咁而反轉個錶底再睇睇，錶背咧就暗藏住驚喜。咁而透底嘅呢一個設計呈現出宇宙嘅行星圖。透過呢一樣嘢咧，就可以邀請大家咧就去探索下呢一個星空嘅秘密啦。咁啊，考考大家錶底裏邊嘅呢一個星球咧，究竟有幾多粒係大家認識嘅呢？好啦，咁接落嚟咧就係顏色嘅選擇啦。咁而我頭先第一隻介紹嘅咧，就係用咗呢一個貝母鑲嵌喺呢一個錶盤裏邊嘅其中一個選擇啦。咁而另外2款咧就用咗藍砂石作為錶盤嘅設計嘅。咁裏邊睇落去嘅時候咧，擁有住純天然嘅藍砂石，自帶住星點光芒嘅效果啊！咁佩戴者咧，我相信都會顯出佢哋不同嘅低調同埋奢華嘅。咁而錶殼顏色嘅選擇咧，就係有呢一個不鏽鋼嘅原色啦，同埋玫瑰金色嘅配搭選擇俾大家。咁啊，如果大家你對我以上所介紹嘅呢一款融入咗傳統漆藝與呢一個現代製錶技藝嘅真品感興趣嘅話咧，就係以上嗰3款啦。咁就係華碩嘅大七月相手錶。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咧，不妨去翻我哋嘅門市佐敦裕華國貨嘅中華國錶啦、國潮門市度詢問翻，或者係親身去到門市度咧，就去比較下我而家手上嘅呢一款藍砂石或者係呢一款貝母鑲嵌嘅錶盤感興趣，咁大家就可以做一個比較，咁揀下自己心水嘅手錶啦。好，咁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記得 subscribe、comment、like and share。臨走之前咧，撳翻個鐘仔。如果係外國嘅朋友咧，就可以 click 翻以下條 link 咧，咁就上翻我哋嘅網站，選購翻你自己本身感興趣嘅手錶。如果有疑問，不妨 WhatsApp 翻俾我哋52112516啦。好，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拜。